们为新人嚟做嘅户外实践节目，特輯都會帶領大家去到台灣各地來探險。來參加嘅一啲小朋友會喺煩惱嘅路上接受各種挑戰哦。有的任務愛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會同朋友共下合作。除咗愛比戶外活動，還愛比文學、美學、操作同觀察力。你要共下來去看下人大家成長嘅素材。上班嘅里程 ，Andy 高雄同嘉義阿里山經過嘅48點鐘。還記得大家為阿里山寫詩，大家嘅反應都當熱烈冇啊！要恭喜青年喺阿伯快、阿祖妹同阿二飛晉級到總決賽。繁多嘅里程見本日來到嘅彰化王公五港，愛頭要展開93年嘅排球反賞比賽喲。我是邱美范，我一定要晉級。我是林佩颖，我一定要加油，順利晉級。我是陳瑞，傻眼貓咪，無眼薯條，我一定要晉級。我是張哲，我一定要晉級，加油！我是康根福，我一定要加油進前3名。我是陳勝賢，你們不要殺掉我，我會後悔。我是翁博君，這次我一定會贏的。我是張晨勇，這一次我一定要贏，不能再輸了。我是蔡妮萱，這次我一定要贏的。把它敲坏，小心火。也唔係太閒嘅嘿，大三人都拿定一粒愛做乜嘅呢？你最好給我先開哦！你如果前3個開，我就不吃你哦。如果你太慢開，我就把你吃掉。然後看那邊下來，冇上7做8做就會派太閒嘅來生啦，嘿嘿，講係又唔咩呢？係似菜體現有嘅材料，我用太閒嘅來先吹中哦。快馬上來看那整塊不會注重哦。我的先放。我這個死要開，這個開了，趕快開！要整個打開哦。不要開了，我的包還有。沒開的也沒開。你沒放得那麼快。哎，等下，所以你最好選我跟你配。當然，怎麼可能不選？趕快開！趕快開！不要給我胃口了，趕快開啦！陳瑞的生命力超強啊！我學到一個技巧了，以後考啦，你那個要開的話，你嘴巴要向下一點。好了，向下。好了，為什麼你的意思在第一次沒有開？陳瑞是第一次蛤蟆。不会，倍儿棒的。他前3名我们就不吃了，对，这是对他的一种尊敬。第3个。这是配
三个都开。大汉的清闲开在嘅前3名，就是今本日3组嘅吹掌。傻眼猫咪，无盐薯条，我们第1名。好多那个蛤蟆喊前開嘅時間，就想講天年呢就已經開嘅櫃台嘅，我可能就冇按要記去做注重嘅，啊唔過後來就打開落嚟，我就第1名，我就做得先，我就做得做注重，好棒！我感受到嘴里住了一只海洋。好鲜蛤蟆，对，这个非常鲜嫩多汁吼，超好吃，对，超鲜。干哥是我朋友，我喜欢他。然后刚刚那个达人已经有说要那个龙啊江水口，然后我看他蛮会挖的，我就学。那你会做水晶哟？我觉得他体力还不错。只给力不给压力，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是第3个开的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体力不错，他体力应该也不错，所以我就选他们2个。我坚持到底，我战力十足，我永不放弃。巨队无敌，耶！途中發現馮彥祥嘅皇宮有動豐富嘅人文景觀同自然生態，仲係楓樹林、榴蓮帶、走劉海也有濕地生態，還有吳江、吳山、馮彥電台、竹排嘅也有，係當有特色嘅吳村。皇宮一定出名嘅就係蚵誒，看下一支支竹墩嘅向上，你咪一層層嘅蚵誒，要知道當神奇夢咯。不過，今本日唔係愛來數蚵嘅，係愛來熱太行嘅。也規片呢寒芒退流前嘅太海，退流過後，將有3點鐘好熱太行呢。这位是张成优，然后这位是那个陈正乾。我们今天要去海滩打仗，不再回满满一桶啦！就是配合大家，然后不要相信任何人。知己取上一次我的教训，就是我帮助其他队，就其他队就是他们就先走。好，这样子你们不要动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也可以了。我们先出去。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这种事情，真的没有。赶快，要被公平竞争。哎，往这边滑了。喂，往这边。是哦，不要这么知道，我们这组不会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就是不相信任何人，所以要互相。我们要心机很重，这样这是我们的策略。开始。因为那个老师说要蒙拉给他们塞一口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要进来这里边，就看谁的比较值钱，或者谁的比较重。而且我以前用那个工具，我们就是观察力敏锐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提供给我，但他会用吗？希望等一下做啲游龟度嘅開山。出發！哇，好晃哦！好猛哦，开进去！开进去了！哇，水陆两用赛！吓死我！阿財寶是踩嘅，最定大家試到開順來，大家留到試到沙灘空就會停下來。冇想到竟然堅持試到海釣度，看起來無邊無順嘅大海，天要差沙做得穩穩呢，都嘅件事，實在很神奇呐！熱太行嘅太挑戰，限定時間40分鐘。各組就熱到幾多嘅太行呢，同足到幾多嘅摸海來分款，各得3到1分。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泥滩跟沙滩的交界，所以呢，你往这个阿仔北北的右手边过去的话，是越靠近泥子滩；那越往你们的身后移动的话，就越沙滩。那我们要走沙滩，哦，那不要走泥子滩。泥滩跟沙滩因为环境质量不一样，所以会住着不同的物种。
好，那就人手一支工具。来准备哦。走，出发！走！哇，天啊！就下来。哇，舒服，好冰，冰凉。先从那边挖看有没有？没有哈，就这边，有预感。很难抓。颗粒物，感觉有东西在那边撞到。是什么？没有，都是泥沙。那我们这边的地方，我们去那一边好不好？你要抓蛤蜊的话，你要先感觉一下它沙子的环境。蛤蜊通常是生活在比较软的地方，然后你要用的话，你要用45度角，然后这样挖下去。有颗粒耶，不是。一个小的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就这里。有机会。有吗？哦，那么快哦！找到了，没看到。哇，你要是我们这一集的幸运人。我抓到螃蟹，我抓到大蛤蟆。我是陈正乾，我叫螃蟹哥，因为我抓到了3只螃蟹。知道啊，好，我很努力耶，知道吗？我也很努力耶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我的队友努力，我当然都知道，因为你们是我的队友。抓到2只螃蟹，有吗？有一只。虾子，怎么？你说一只虾子，他现在变螃蟹虾子哥。我感应。导演还要感应的，脚跑过去啊！哦，他是用脚感应。他会知道。哇，这里很多。小姐，请小心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数。我挖到3个蛤蜊。我找到人家，还有好几够严找比较快耶。我觉得踩在沙滩上很疗愈，把心里的忧事全部都忘记了。这样子一直有风吹来很凉啊，然后呢，我很喜欢海洋，就是很喜欢跟它亲近啊。可是问题是南投县又没有海，我觉得这边最有特色应该就是海都是平的，然后要走过去都可以走，还活着。还有2颗给你。放着，不要丢，人家痛痛嘛。哎，我坐着了。挖到差不多就是挖到2-3-4公分的地方，你就会感觉有硬硬的，好像很像石头啊。可以抓有螃蟹，还有蛤蟆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很像蜗牛的，它在里面爬。就是我以前去海滩都是，就是在岸边走走，然后给海水冲一下脚而已，然后没有这样子这么深的去挖它。对，以前都是就看看海而已。我们挖完了，我们在后面挖挖看。我们在后面挖挖看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顺利吗，各位？来，哇，你们好厉害哦！他们很强，他们超强。大家
个激情太汉的个当中充满了惊喜。虽然是比赛，不过没真紧当听当欢喜。大家各点半点，看起来身高都萌萌的哦。大家各点半点，看起来身高都萌萌的哦。先来看那做到几多的毛蟹。这里被压到了9只，那边还有一只，这里11只，这里我们有12。阿正田嘅感应真挺友好哦，恭喜蓝翠做到青岛毛蟹得到3分，其他2翠各做到2只，估数各得1分。稍等我来上看那热到几多的大汉呢？恭喜阿明帆、阿念贤、阿伯君得到3分。上爱地大汉的汤爱用的做模啊，请厨师阿片来教我。也下个水已经滚的，也下水应该就要冰也个，如果有用酸的还有葱就到了。加好了就会不用หั่呢。再放点。哎呦，然后就等一滚，等蛤蟆口也就做得咯。然后水滚呢，就会海鲜个东西要煮滚的这样做得是最漂在冰也给起成茶。哇！再盖。哇！记得对我记给吗？没有啊，是很多呢。大汉的汤当自用，啉个汤大家又猛又有精神呢。下夜业务，我来去约鹅诶。王公是一个当顺坡的蔬菜，除了约鹅诶，当多人会用鹅的壳来做艺术冲凉。风一菜有的会像风铃样的各种创作都当讲。下组时头大家来到王公故事馆，爱比嘛嘅喏？嘿啦，就是爱比约鹅的啦。约鹅的，各自用接力的方式表示人约3粒鹅的，看乜人较佳，各加3到1分。另外，专家还会突出千万粒的翠再各加1分。阿仔伯伯小时候8岁就要学这个动作。正确的使用方法就是把鹅啊拿在你的手上，然后抵住桌缘，然后用这个刀具顶住，然后把它翘起来，就这样。OK， 里面有鹅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刀具要伸进去壳的上缘，然后对，听到声音没有？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刮。刮完之后壳就掉了，有没有？鹅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第3个动作记得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干贝的位置，你要把它怎么样靠在壳的下壳的上缘，把它怎么样刮下来，有没有？刮好了之后，来移动一下位置哦，眼睛张大一点哦，看清楚 ，Run， 它还是活的。因为没有把它穿肠破肚，它很完整，它还是活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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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队加油！黄队加油！黄队，要上他们跟早加油！加油！专心！黄队加油！黄队加油！挖那个鹅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原本看他这样子挖好像很轻松，所以我想，那我就想，那有什么难的？那我轻轻不用用力就可以，结果超难弄的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黄队加油！黄队加油！黄队加油！好。
在陈优，然后第2个是郑前。然后我这样排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有观察他，陈优他挖那个很好，他去挖格的时候那个很好。然后郑前是因为他跟我说他不会，他只要先看一遍，他就会了。然后我最后一个是因为我不大有自信，所以想说最后一个垫底应该有机会。哇，好有同情心。对，那运动加精神。好，那我帮你们，黄队加油，黄队加油，黄队加油，没有人同情我们。绿队加油，绿队加油加油！佩莹姐加油耶！啊！别跑了，快点，加油啊！可是我没有机会。来换盘子。但是我觉得我不难剥，我觉得蛮简单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剥很慢或很快，但是也是要完美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玩，就可以剥啊。我等一下还想再继续剥。看专家也学的像是作用的按简单，自家去也长地哪有按律法？也家下要注意安全，行过唔好热到绵绵烂烂。好咧，大家都当3万完成任務咧，恭喜黃水熱來千碟得到3分。韓國專家突出熱來最頑劣嘅係藍水，能愛加1分。最尾我來考大家講行了，今晡日學到呢條學法咯。愛中醫識，愛唔中醫識。愛最愛下工冇害睇下呢飯麵包嘅麵包，大家愛用今晡日教嘅學法分別初3嘅無共用嘅記嘅，用雜詞就唔得用2倍哦。所以通過就得到1分。愛中意食麵，愛唔中意食飯，愛最愛食下工。愛中意食麵。日頭落山嘅皇宮海灘巷又靜又平靜，雖然木竹頭前嘅風景安靜，還係有到嘅緊張。頭一日嘅派普翻上比賽，大家都當要放水，有63人得到7分，33人得到6分，大家嘅表現都異好哦。派普翻上嘅比賽行愛比較容易，打下嚟嘅奮鬥之力愛來比台中了。新來為希望嘅挑戰咯，向下等等來看下日時嘅澳洲48點鐘。